創世記第一章嘅24節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那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，彼此都不覺得羞恥。嗱，我所讀嘅係新譯本嘅聖經咧，我哋知道喺整個創世記裏邊，夫婦嘅制度、婚姻嘅制度、係男女嘅相處，都係上帝嘅設計啊！呢個係先天性嘅設計。喺呢個設計裏邊，你要知道兩個係完全喺聖經裏邊講兩個赤露敞開嘅，係完全冇秘密嘅。應該冇秘密嘅。不過可惜人類犯罪之後就發覺，有人都話我哋應該有啲秘密，連我哋嘅伴侶都係唔知嘅。嗱，呢種講法咧係有種謬誤，但係佢確係現實。嗱，現實係咁，唔等於嗰樣係啱嘅。現實點解會咁？因為我哋犯咗罪之後，我哋會有罪，我哋有唔記得光嘅嘢。當我哋有唔記得光嘅嘢，我哋就會講大話掩飾呢件事，所以連我哋嘅伴侶都唔可以講。自從人類犯罪之後，我哋開始着衫，所以衣服係罪嘅記號。原先上帝嘅設計係兩個人係離開父母，二人成為一體。離開父母嘅意思唔係講緊身體嘅離開，而係每一代夫妻都需要學習點樣獨立建立自己家庭，去獨立，讓佢再唔係依附喺父母嘅無論喺情感、經濟各方面都唔係再依附父母，而一個成個獨立嘅個體，成為一個獨立嘅家庭，以至到佢能夠成長啊！所以二人離開父母係一個人生成長嘅過程。今日好多夫婦結婚之後仲係學唔到啲功課，係我哋好多時會仍然翻返去娘家，翻返去自己奶奶老爺屋企黐飲黐食，想生仔女就擠喺度俾佢哋去湊啊！自己咧冇負上半點嘅責任，呢個係違反咗上帝嘅創造，因為上帝要我哋二人要離開父母。第二就係話，我哋見到夫婦應該係一個暢所欲言、無所不談嘅分享嘅嗰種咁高嘅層次嘅溝通嘅境界。今日我哋必須要學習，以至我哋夫妻冇隱瞞嘅事情係可以好坦然嘅去分享，以至我哋今日嘅生命係彼此嘅建立，活在愛當中。因為聖經所講，我哋喺愛先能夠喺愛裏邊，我哋先能夠成長。